多谢就评讲到这个高铁这个车厢冒爆裂事件，这个拜六早起有一个高铁车厢有个人呢，讲摕这个进来物件拍算要共拍，一个小单的嫌犯逃走28点钟了后呢，伫昨下晡伫南投稀地乡被人抓到，这段时间伊唔有3摆变装，搁制造断点，真正是真巧。 这个54岁姓陈的嫌犯是一个人大，伊徛喺外口有摆祭坛佮大壶啊，有个未少的监视器，互人抓到了，伊讲是因为互人下过讲话衰，才会真受气。在这里向社会大众道歉，没有要影响高铁的服务。 行出警局，熊熊目睭金金上停落来解说，讲无几句随行带走，移送台北地检署。 伊就是伫高铁北艺术车厝夜道的单身嫌犯，当时甲未少乘客惊甲害去。叫老百姓叫什么叫？伫车厢内底匹配叫坐落来夜道啊，拄离椅啊偏，甲乘客惊甲跳起来。 54岁单身嫌犯坐伫车厢门口，敢若不满互老姓查某人下过，讲安尼会衰，就气甲拍查某人，搁夜刀啊拄伊啊平，事后趁乱逃走，搁坐界变装避互人入。单身嫌犯一开始穿蓝色的衫，为台北车头落车了后，走入人海当中。昨昏出现伫咧南投民间，搁换一束白色的衫。下晡伫南投稀地红掠着，搁换做朴色衫，坐界制作断点，搁变装三界。 高铁814列车上，涉嫌恐吓公众案到底要30点钟，敢若坐客运登去南投，警方最后伫稀地乡抓到人。单身嫌犯是南投民间人，不有恐吓公众危安的前科，平时家己一个人住。有时候就是会乱敲打啊，就是类似两间安尼啦。大门头前才祭坛搁大壶啊，附近搁装几啊支监视器。单身嫌犯讲，互国安局军装随身拢炸刀啊，讲要防身，想袂到这个失控就变做暴力事件，嘛引发到乘客甲社会大众的惊吓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